听众朋友，不好，欢迎来收听金光时尚节目。今在节目时间里，请来教收听的是原之黄英沙大台唱的上片台词3线，请听第二条位。上8号，他推向了不流浪向供孤营，你也这样的机会嘛蛮好，我你个表妹嘛这应我。不流浪向供孤营嘛，他推向总可以成功了家里托终身。龙大夫在听里面啊，这个闲话当中又是当个福音，他们要发更新。既然终身发托给我们，我心有死。临时我就去也不来去，我当我也不高兴死的。也看我推向了让看个不孤营。崔相为啥要看孤营呢？一直来身边辰光，后头来对这不孤营细细的一看没觉着奇怪。孤营菩萨个张面孔啥个熟悉的了，仔细一望没有脸细夸的。孤营菩萨个张面孔呢，我个老套套了还会。旁边坐在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家。龙女个张面孔跟我一样开。我说那个对待到哪里玩？侬你这个人活了啦，让我来问问里口。哥哥，弟弟，你这个孤营我的身看什么美色？两孤营我的佩夫人，哈哈哈，晓得了呢，刚巧看出来了啊！既然我挖的太夫人的密码。就在我的公公是小的呀，龙女我的姐妹是弟弟啊，公公，哎，你为什么把我们推人挖背上去？是什么挖的？挖的！哦哟，这个土地咋背得厉耶？我还有题目的了，啥个挖的？我知别人认为答不出来，但是当因子里向终于会答啊！我们虽然一同画在上面，你看小弟谁非徐太太呀？为什么要徐太太？哎呀，可能跟家里弟弟生意我都有花作用。呀，风着心灵啊，应当要风心灵啊。
你乃是夫人七天的之心，你半个是梦不应人见。龙门飞狗神欲有朋背对替你们同为自主灵，你开下的门我里做工的花叶上，你是下竹林顶一上顶，你开下的在距离地底呀，敬我什么？别的东西不急，距嗯，离瓶中养绿给露水，也讨用。能具我的相思，微微是呀，吹！哦哟，这张纸在为什么里了？男人做米粒，地上为要想做蔬菜了，那么你哈，你要做蔬菜啊？现在让我来体检体检你，哥哥。哎，姐妹与狗啥里在此？经过放牧过来，请上上礼。只做蔬菜，为何蔬菜为不蔬家？用想，吃汤里，只做蔬菜，为我蔬菜为不如，阿拉体检了。既然你做这个蔬菜嘛，那个蔬菜要分香嘞，不像蔬菜啊。那么多啥个在屋里呢？还得龙鱼我和你吹香，我是那个龙鱼来做里呀，下的对人。听见名称龙鱼，应该龙鱼一神龙。唯有你不为我神龙加客，呀吹！哎呦，我是你不够啊，哪来他回不来了呢？让我去看看看。水吹响，水过不来，水到他旁边，两边儿去他，汤嘎一开，对着我的花岗浪下一望嘛，哎呀，个烂太太回不来个了。这些的吹响一手窗啊，开得从自己。这手窗忙着墙头上像腾一台门，惊动一样么子。啥么子呢？门锁工。啥个门锁工叫？门子这位。那么哪天我的想个天气为门子了呢？有句那个举我举门子为顶啥句的了？这门子拨了墙头上像锁太阳。加上门子还有灵性的，你想缩了皮肤还够重，干你门子顶起来更高凶。所以想想让我来变这些辰光，家里做有些事，搿些事做好嘛，来太太中央来噻。哥哥，姐姐，姐妹有请哥哥年事也许。我是没晓得，老变辰光要变得太太来设想。让我做事，我啊，好是拿得出，不是拿不出，是个才子，你那不相信我当发后来，想什么为敌？想分钟为敌。好，我门子出个题目跟做的事，你个是那吃饭，你还要出题目跟做事了哦。用想去哪里？是呀啊，是呀啦，起来吧，是已经来了，弟弟听了。听见。
生前杀人残忍是不罪，忠义不比难万婚。两人说提反为背，无中把事成心。许下黑人彼此犯，非问受病后为令，自己必怎样？去向村里个水师走路嘛，心想五家村子一上，哈哇！哎呦，这个都比你想真的哎呀哈！我总是讲家里做水师嘛，要并出些辰光，这总是对总归要想想的了。你正作为出口人长，理当我说你是当不好，但是我不相信你是当不好。但是这里现在辰光头皮里向搿样的学问，我搿不过瘾，看上去比是当不好学问为呀哈。别个你叫我托终身，要叫我私定终身了，搿是不来的。虽然我推下是个丫头，但是我呢，出身不是丫头，我也是翰林，我也是无有天生。你叫我私定终身，我随便哪也不肯答应的。咁么也没实干，我搭里讲，你要我肯不肯？你叫我追小了么不追，要么追大了。你没去求求想要，我没去求求太太。想要太太肯答应的，我推想是告诉你；不答应，搿麻将没办法想。我搿两句话难讲吧你？我姑娘告嘴巴搭你讲，你没去求求想要，我没求求太太，我告不你们去。可是哎呀，难为人啥呢？海这里头皮里向分为哈。让我头皮里向搿点意思了，来出一个常理，让你听听，叫你这个话里可以拿。呀，哥哥，谢谢。姐妹预告常理。哦，经过放女工来喊，啥意思个也常理？请谢谢上常理。老这常理，也听哥哥细细详查，内中之意。哎呦，这个常理深刻的不得了了，要叫我细细的详查内当中的意思嘛，晓得一定有道理了，道理当中的一个大道理了。去上常理。面试A个，A 四 A 正4 A 六，用下是他了。这个常理啊，叫面试恶狗，面试就是让称赞我，恶狗来让接应我，我叫我来叫我面试恶狗。恶是恶正，西恶离。我虽是去把那个恶字旁边啊，点水旁加一个恶啊，就是变成恶。恶正实只要恶个离，离白也对。正实就是恶正实就是配夫妻了啊。哦，那么你细细的想着了。哦，秋香意思肯个。你呀，叫我对道路，我们去解决想要，你们二弟我们解决他他，你心有感我，要对道路，我别对道路呀，我也高兴的去对道路去救我来了，我也对小路一样的，
这你终身讨不我，我在我们体内一大大对手稀罕了。为啥要紧呢？好比要去举个下来了，跟我个脾气我不高兴了。要举到下来了嘛，容易得不得了。哎，跟我为止干了，我今有等了给他种的，我再要你托终身不我。你别以为我有背呀对道路线了嘛，不肯了。恭喜你还比到和我单位呢。小弟对人请教。灵性吹息，随花随月，一日神。这公啊！我单位呢，你称我描述，我称你灵性啊。你叫我恶狗，我叫你吹息。哪个新日去把那个吹日的话，就是一日个水。随火随月比日神，方才还是在比了，还比天上一个月亮，看得起么萝卜上金子里这朵火啊！你那金子里熬出来，你是还比一朵火。现在你朵火开，我当然我就是爱你啊！火开，人人看见中意了。那个朵火啊，不见得一定开个总归小的，那倒不小噶。你经过过去终身的发托，你觉得起来不说再托终身啊！还有一句老话叫对对过过对的对过青春70岁，弄到73岁分配成为一人样的啦。也是73岁分配成，63岁分配成俺们人样，俺只能谁的60等于8么到8个人。在外分配清了路上看见你几千个小伙子啊呀，呱呱呱呱呱，啊呀，中国人啊，哎呦还不，哎呀，你今年有几岁？我今年20岁。你生你安排清了啊！我那里要我师傅上对人要出的，还有他当家人一个家人让不来，那我就是那个好对象了，你这有来搞不了还不还要背了做别上去。早上和2分水啊，叫你打这个诓子啊！你经过这个对国际受伤呢？一心里考明白，哪位是明白呢？崔相一听你这个话里向的意思，当我讲，虽大路不肯，也叫我私心终身。那么呢，我当那闲话才讲完的。你叫我私心终身，我随便哪不答应的。我再跟你讲吧，我讲你不够，所以崔相承担这个对了，想啊不想。怎样？为什么是不义不女了啊？龙大武这么总归不下地不开口。哦哟，崔相，你说啥个意思？啥个意思？我分懂。哈，我个脾气，越我对付的。啊，第几件不义不义，第二件明白了。明白，有人在被想你呀？哪个在想我？别人不想你，谁最容易在被想你呀？他们为什么要想呢？他们是叫本来呼吸法。
终身受在，后还你弟弟不托终身与我啊！伊来了哈欠打包个第一个受在龙女夫妻，哎，弟弟呀！我一把去哟，你心不足，爹地明白了。我一帮个家人，你也个心里想不知足，那个终身也嫁不啥人，你的终身不必呀家真完。我现在在那个终身要搞皇帝，对呀。冯家娘娘对的，正当应少的冯家娘娘，那是老等我在，地下神机不响啊，不是的呀，哦，不是地下的人，你明白了哦。你们今生不有将夫兰家，你呀虽人真够去上西方，走那六根清净一个我。终身不嫁，也随里得是我姑人。对，姑人娘娘对了，几次当人妻姑人娘娘，可是能够气劲哇！最下来就来这个哈，这啥神机不响？啊，为不是，家里人愚明不了，弟弟们也是终身不嫁。你定有做丫鬟，你这丫鬟没有做得死，那是醉了台上的，神机不响。你死了之后不怎样呢？你呀凭相依一份当真罪。得了是，弟子将来将要罪名被谁？我府里向我的家取向，你终身不嫁，一经是我的走得死特，将来把你设八方，让你背沟里面这个八方叫啥个八方叫劣币八方。对么？这错看了你哇！我从来分清这些劣币八方，最真的八方，这些八方。哎呦，这当时天主在这里威慑了你。等我，他是我再不想你，为要等我起来了。搿咱们那样这样的，谁想一周年的有哪里在？我当年妈唔耍闲话讲在，你现在辰光等我，让我来骗你下妻子再讲，这男追子们让我也追吧。啊，公公！哎，那么要出终身的，弟弟。好事，姐妹一句来个王儿在此，请弟弟讲啊，公公来。你是儿
想我到书房里去说的。家家里到书房中去，有什么事呢？去那坟房。刚才我去弄毕业，去坟房四大道子要他好用，家的那生死相近，自有章。从此背后刚才我到书房里想去，拿坟包是把拿得来，也小弟必居不离，那么你跟我一道到手对去，你来让不相信我，那么没好，跟我小弟必居不离啊，不是为了我是真心的欢喜呢。既然如此，带小弟去坟房四大大事。是。那么我往不晓到书房里去拿啊，花园里向楼台亭阁才有个。那么我查查进了，我再到楼台亭阁去拿笔你拿得来好了。现在就等我片刻，小弟去了。好啊。哎，啊哈！唐英过来十大扶梯的郎，搿只脚底下要打下去。哦，哎呦，不对！哎呦，就像你那让调皮哇，你让用几片我啊，我一岁岁子啊，你都想还要累着哇？我每天就拿着坟包子把拿得来，你大家追呀追他个噻！哎呀，就像你个来不作兴，你一来让用几差我没晓得啊，好。面孔必备，不伸出来，2-3岁腰里向一撮带子吹掉掉。哼，好，吹响可不在哪里是吧？这就是拿围住来这叫。啊，哥哥，你后宫去而不飞。啊，本我去而不飞。你考虑一下什么意思？不知什么意思。啊，弟见不知。嫁过去了啊！一生聪明，当作我女人来弄。你们是聪明人，当我们是笨的。嗨。我问你心头，口着条哈狗上，你掉河里谁去谁？上，你用掉河里谁自己口是非？这个红心起一句，去过他的妈妈里上，就像这里说丑八是哪位人啊？面孔长得凶凶红，头生得是黑红白，2只手都是那摸个衣裳角。让哪位人在当把好水过来啊？弟弟。手间不必多想了，为日叮托众生我吧。这个但
想一想，哪办法呢？你话叫我托终身，是啊叫我托终身。想想你的确为使我一片痴心，不惜身高马身带给他来。那么我吹向你，三弟二弟总归要搞点夫人的。那么我在那相府里向是个丫头，丫头搞不上人，搞不相府里个童儿。你也是童儿，你相府里向童儿当中最好一个。我倘若不搞不，你们搞不上你，别病吧，还在托终身。那么在你这个说起来嘛，吹响托终身的年龄阿有呢，有的，老早是有的，那啥地方呢？我可是有的嘞。那么到底啥地方呢？来些都是个理想。高些辰光吹响注定年龄嘛。托终身个句闲话，那让第二肚子里向大乌龙去。哎呦，来是这，拿来一句要紧闲话要说出来，啥面孔总归看得出个。弟弟，请讲吧。哎呀，要好呢，叫啥个句闲话啊？那让第二是对让整一上，我期待。哎呀，不肯说出来了，还我个句闲话。弟弟，好比如此呢，小弟为了你，这次给做的对象后，你为是托终身我做了一个主吧？是，可终于啥都病还在讲吧？所以个句闲话从今让这肚子里向拿出做龙在。哦哟，那么来是噻，弟弟你讲啊！哎呀，讲不得个难为人讲，让儿子让像整一上嘛，回到牛堂。哎呀，这个要紧哎，我总归不肯说出来。弟弟你快讲吧！这个嘛，这些辰光的吹响心里露是露得不得。你想这边下去了，他也来着，让我晚上的讲吧。所以个句闲话，从今让第肚子里向，吹狗欲把终身托。哎来呀！阿弥陀佛！哎呀，当然啦，雷场不让对我的口嘛！哎呀，那个头名来他不啊！你刚不来，是不来，该真妖精鬼子的让你来一来啊！你这地来呢？这地来嘛，我看不到吹响是干啥面孔啊！你说叫地来嘛，你个句闲话说指出来，这不该不高人光来那个头名来他不，那是我也等得了了。这个辰光当然个啥面孔啥，昨日哭不出写不出，对真是个崔姑娘，伤退一生。嗨，退也可以去呀，他是一生啊，伤退配红妆。唉，我当你究竟哎呦，不由得到龙发动，妖精哈哒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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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驴啊！大夫体的哟，至少比门白与那么子个水里了啦，去的啦。来他来嘛，本体之力，来这是要来，来让房厅廊下等个姨娘娘，但是个姨娘娘是这样表兄啊，让病人光，不晓得经过病嘛，并不是。东吕郎大娘娘也晓得。今朝我把我一阵孤人供在法律上，他们去设想，大娘娘想我有个孤委屈的毛病，让我去设个孤人下嘛，保佑我孤委屈毛病好。我只设想以上的房厅嘛，他等得个二媳妇心焦得不得了，看见大媳妇来嘛，一样不听，那么替大媳妇先来。为这一个屋头去高台上姨娘娘不要大房听着来试一下么大不溜吧，一个屋头去关着，让他打这个大娘娘一道来，
现在到法律的要到制作平民非于嘛，当然恨不得两球头的那个了。丁太夫人家人不言攻下了。你既然攻下古一嘛，你就应该流浪熟悉。白天大木印度是讲做啥叫立了个下头啊？叫手官立得吃力杀得来，这攻下古一立了个下头，啥事体不上去？哦，我晓得，流浪一个抽象的了。这个动儿真正来实对的嘞，啊，你比你个河南为人个一个姑娘告知了让流浪，真是好动儿啊！快到书房，两位公子将就分人，是。来，他们大师董娘娘屋头上不绿色香，哎。哈哈，花开离离情，有阳放大军过东西。嗨，当然吃不灵，打到花高浪向心不死，把头走来对准吕长头浪向在一口那个抽象布拉到吕长头浪，哎，抽象布拉长布浪向两只眼睛对着我头那浪看。哎呀，抽象浪对我眼看，我晓得你还是老不开心嘛。这句闲话分析出来，这是一夜过脱几日，当你是烧然火在旁边，将法律还做相似的，将我红绳的规矩。虽是几乎老说不得个抽象，但也对抽象看看啊。他是岳英人，几次发头为，还是别看吧，真的这个对花高浪向飞帮这个虽然美腾腾，一须不内美。这桩事体我不挂抽象的，我是比归去过不情意。恨着了你，非我就是恨个了他，人人就推推呀，你满心啊你佛，你看出真。把蛇门开，你们已经开蛇门，一经爸爸孤阴不散，爸爸他开，从蛇门还是第二开，要说老门关起来呀。今朝是出生我的良友，你是一大的狗。你是我不来，吃什么罪？你终着万空非离。对，那个从那个吃手不要吃菜啊！你都叫个狗吃了嘿，他眼泪。那邻里个娘娘用滴水来，前头来是个人子，大年年上把好个表妹子女娘娘，大致一个下头叫三春，那么你哪会得来个人？因为听见说
吴太太打是同娘娘两高头，非但不乱浪起的。娘娘听见这有这个了，可是我没晓得，阿哥到村乡两高头了，让不乱浪向对终身闹了，不要把老太唱上去龙头棒子叫，这有群武汉子衣裳么大子屋里匆匆忙忙忙真不乱来。现在辰光老花岗浪向追过去嘛，忙得地头快，阿哥浪来着，一把面的嘛，哎呀，看上去他穿相很成功。我也记得呢，看见的阿哥顺得这个头，这两步路美是美得来，真是磨米呀，踏得得。可是看着这心里想不开心了，还了。可怜追了追，追了追，两人自高声为分不让，不啥声音不里听听。往哪里追？好人还是我，抬起头来一看，啊，姨妹，奴才是二娘娘。怎么娘娘阿特凶呢？厉害那姨妹们也应该回答上阿哥了，少起我奴才呢。娘娘就厉害了，还得对阿哥看看你闯好子，该到啥地方花园了？花园里向地面有个不人啊，听说房子可是违章列的，飞马里上奴才。现在辰光再正四面的来一看嘛，一个人也没得。旁边个屋头往这身高屋头谁晓得？别个里都讲得来清高。啊，哥哥，姨妹，首先不论两处地方，终究怎样了？哎呀，姨妹啊，美女神秀。哦，总体咱不人看见，不晓得谁家有人看见？啥人呐？你娘娘个哈拉男人耳朵头，他们多少天的哪会得到花园里来呢？叫啥弟兄两高头的，跟阿尼三个阿头老让书房里向叮铃嘛啦打响打，当这个阿尼倒出来个，在花园里向来堆高山，不晓得堆了堆么背在上头顶顶个老人风的地方哟，他耳朵头上去么上去，心里想了，哎哟，自己围上搞来，哎呦，该的呀！我丢下去跌下头的，不知俺祝福个爱得也破破破的，谁晓得这木头了让看不真巧了，娘娘刚刚吃两只鸡头了，首先不论两处地方是这样的，美神。哎呦，高起步哎，哎呦，气得呀，气得呀！高起步一记，爱这一男人坚持第一，不是人来破不欢喜喽。要是有呀，也给他忽悠一下。哎呀，气得呀，气得呀！那么倒头呀，气么那越想呢？这来睡觉倒头呀！高起步啊！呀，你一边爱这男人坚持第一，不是人来破呀！你要是有一点呀，给他忽悠一下，哎呀，你瞧瞧杨大这里，这你真的要你刚才在雨王爷，哎呀，有爷爷睡着不爷，哎呀，哎呀，当帮对对话要不了倒对口讲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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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娘娘还听见，对起头来个，哎呀，不要自夸的，耳朵都来着，那么也是的哇，哪不里想出来悄悄两把手里面你刚踢了的，根本也没法你。再想不眼，还得到头进个破开，我一哭喊来，你谁花开？哎呀，你这多对了，错家多对，哎，这有分多对，他真的苗头。你这样谁知，我也拼命不不了，我在问他，你为什么要把两位公子挖得水，自己退路？我是你下只口给，他说的贝贝不给了。不是的，哦，你让门一悄悄养到这里，为啥子我你养高头？那是哦，就不不的。高师傅啊，我根本没别东西哦，那用错的，嘿嘿嘿，你别东西啊，那不是多对哟，就是洗牙不要紧的哟，那我就在这边不能破地下耶，怎么讲？娘娘家哪不里听出来的？我这边不里看见，哪不灵性，大字点称大不里浪去。
上把火发上来，你再弄自己出来人家，赶忙对你刚刚闲话不能遇到就可以，刚把你讲出来，一讲听，伤心摇摇，一个屁股奔到死亡里，一个两个头面到头谁不烂，火力干个，照正书桌里向手顶咔嚓拿起来，在书桌上烫烫，我靠，孩子！不晓得头多头困，拿到书桌底。哎，方才都噼里啪啦当响，当阿姨头这起嘛，阿头地上滚过来，不是滚那个书桌底下个大脚凳上。李家说书脚多一会吧，他让浪边喷个当中个，蹬了大脚凳上，喷滚来把那个当帮狗好，哎呀，哇！二女郎不要掉脚哦，当心灰哦，那眼睛里。倒是女郎掉脚呀。当然一个，哎呀，大公子在哪里呀？到手来的，背出来着。哎呀，我到手你来着。哎，放在那袜子的上我，落到王的老妹，你真想吃啥我？为好把我不用为好。怎么抢？七个运动枪。当然看见你到头来嘛，哈子呀！哎呀，有啊！二公非的啊，我非的，那用错的哟！哦哟，那放起洗个我哎呀气个呀！非的哎呀，用那别东西哦，非的呀，超有洗下别真的哟，我就洗么那家的别不能破地还哟。哪不你说得是？就像你妹子第二个讲话嘞。那么我落得大瓜子，面孔必白来了，明白了？到底？哎，老知道的，嘿嘿嘿，到底。下次不好这次。哦，我就是前面拿不过了。哎，那是弄这个大头头搞不清啥子呀？阿姨，不老是锁门了，老的锁门，你告诉我啊。不能干什么的，嘿嘿，不能干。到说来说把我点啥事体？有啊，非常。哎，这种仪器就弄在那阳光头写着。哎，这种仪器在家庭不为样啊。没我什么来，不是我内功啥有啊，也有的呀，快是你是。内功得了，屋里内功得不得了嘞！分晓得来个看人家耍，你们俺也门这出来嘞。